会当在地安养、在地老化是真侪老大人的心愿。来看民雄是嘉义县人口上介侪乡镇，其中这滨河村呢一直拢无医疗单位来加设中照服务，所以社区发展协会结合乡公所成立中照据点，和在地时段呢会当透过着这社区共生的方式，唔但会当照顾家己，也会当照顾别人。拍完咯，咱即马先两手拢落哦，嘣嘣。看到老师伫台顶来指导，下骹的长辈大家拢紧紧看、认真学。嘉义县民雄的滨河社区，逐礼拜二甲拜四拢有长照的课程。这是社区发展协会家己成立的长照据点。协会总干事讲，因为乡公所的协助，才有法度完成据点的成立。这个师资的部分，它是由公所这边推荐优良的一些老师，也提供了我们社区的一些类似计划的填写，还有申请的一些的经费的问题。所以讲，伫遮嘛真感谢咱民雄公所。滨河村长表示，由医疗单位成立的长照据点，拢伫附近人口较侪的庄头，因这是民雄乡人口较少的所在，庄内嘛拢是老大人，要去到别庄实在是无方便。协会成立这个据点，提供村民一个当互相照顾的所在。感觉非常快乐啊，心情好啊，身体健康，老师带动做运动啊，很好啊。大家算讲较有共识哦，会有人遮会烧酒，不烧酒来安尼。民雄乡公所的统计指出，乡内长照据点一个月大约服务12000人次。滨河社区的据点成立了后，庄内28个庄头专门布建长照据点。公所表示，社区家己成立长照据点，用社区共生的方式，让庄内长辈在地老化，嘛会当有较好的照顾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